你不管明天會好點的。明天好點再說了啊，能好一點就吃，不能好一點就別吃了。好 ，OK， 這樣還吃。沒有啦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咧發財桶咧顏色咧都係咧，唔係成色咧都係靚仔嘅。咁啊有好多朋友仔783話唔係嘛，789啊，呢一個咧係咧宋慈紅咧俾大家一個咧超癲嘅福利啊！咁我哋咧亦都係咧，因為咧最後一晚啊，今晚咧又遲開啦，咁所以咧時間唔多。好，嚟一個勁啲啊！呢一個咧講緊咧買緊咧係13000幾、14000幾都有嘅。今日我哋嚟個只需要係10999啊！呢個幫我買一個係咪啊？之前咧一定要13000、14000、1萬幾噶啦，今日係10999啊！紅紅食藥啊，佢唔肯食啊！好，價錢嚟，唔係，number 嚟啦 ，Wendy 啦，係咪超癲啊？超癲啊！唔使客氣啊，多謝你啊！你到時咧咩就得噶啦，影相俾我就得噶啦。JE8925啊 ，JE8925，好，價錢咧係10999啊，10999，孫志雄你今晚宵夜仲燒得落啊？10999啊，嚇？都冇胃口食。今日冇胃口食啊！終於講冇胃口食，出邊仲有2個包入晒佢啦你。好啊。10999啊！隻紅卡下，係啊！佢話咧呢幾日咧喉嚨痛啊，唔係，尋日開始佢有少少嘅，因為咧我哋咧個個都喉嚨痛啊！我一嚟咧唔知第2日咧就失聲噶啦，今次唔知做乜鬼啊！好嚟啦啊！想要嘅寶寶啊，麻煩呢一個咧打 number，所以咧買咗成包嘅呢一個咩龍角散咧都俾我哋2個日晒噶啦，就佢日晒一包已經2個人日晒一包啊，瘋癲嘅價錢啊，有鎖同埋有呢一個帶嘅，有長帶有鎖啊 BB， 好。我幫姐姐買嘅時候1萬，係啊，今日做超癲嘅團購價，超癲嘅團購價 Wendy 啦，所以咧有超級優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包包回收嘅，係啦，可以咧，任何唔係包包，任何產品都可以嘅，只要名牌就得噶啦 ，OK， 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跟住再嚟啊！頭先咧係啦，講緊咧呢一個咧 Gucci 嘅，呢一個咧小濤濤嘅 OK， 好睇睇呢一個咧4個係冇問題噶，大家4個冇問題嘅，前面呢一個咧車張張，享受係啊，到時候呢個加價啦。袋口咧係有拉鏈，袋口係有拉鏈啊！好，價錢嚟啦，上得薄嘅細濤濤1999啊 JE8926 啊，好1999細個又方便嘅，買俾媽咪咧去買餸都係超一流嘅 OK， 全皮嘅1000零蚊㗎咋，係啦，用1年半載唔中意咪有回收咯，又換咯，係嘛？1999啊，好抵啊！1999啊，好，袋口咧有拉鏈，後邊有暗格嘅，1999啊，1999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999啊！宋前紅電話就你冇收我啦啊！好，有中意嘅朋友仔自己嚟啦啊！1999，我要同大家講呢一個今晚我真係幫你哋攞到一個超癲嘅價錢啊！超癲嘅價錢，我哋估5999，
H 啊，你唔知就冇亂估啦。因為要冇標籤，我仲好平。我以為你咧翻咗幾日工好醒目啊，經驗咧好讀，使乜要睇標籤睇個皮啦？我見到嗰個碌我就知係 H 咯。咁你而家知未啊？知道。咁呢個係咩啊 H 愛馬仕。愛馬仕啊，好嗱，呢一個咧小包包 cat 圖先啊 ，Natalie Van 同埋喂，唔好再撞呢一個張台啦，你係咁揞住佢，再搞到大家頭暈啊！張美儀同埋 Natalie Van 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 過，好，愛馬仕嘅呢一個咧菜籃嘅，咁呢一個咧係大 size，有冇 CC 短銀包？